啊，今日的来宾啊，嘿，是甲你有关系呢？即摆已经开始啊吼。对啊，你雄我搁你切机器，你就甲开始落去。嘿啊，哦，甲你有关系啊？什么关系？甲我什么关系？啊，你毋是讲恁兜嘛是有咧做头水的，所以咧，所以你毋是想要对人有兴趣？无我这有结婚啊，我甲伊无啥物话通讲。你毋啊，你敢通伤狠心？话讲伤早吼。而且我你讲，我甲讲过，我甲伊也是目光，你会记了，我甲伊也是目光。对，所以即个已经有结婚啊，所以我甲伊无话通讲。而且我你讲人个生囝啊，哦，这已经无机会啊，可能等下无啥物话通讲啊。我若讲袂落去时阵，你爱加讲一点嘛，知无？好啊好啊，因为你无做过啊，我嘛嘿啊我无做过，无做过。但是你会当用，就是应该说你会当甲伊问问题。好啊，好，安尼就靠你啊，等下就靠你表现啊。我尽量啦，听众朋友，咱等下来听看有好好表现哦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课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。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哎呀，听众朋友啊，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阿红你师，叫阮画着吼，画着阮 NG 的口气啊。对啊，白白你毋通安尼啊。是的，听众朋友，咱今仔日这请来来宾，我感觉讲真有缘。虽然讲我一直拢讲我家己是土水的查某囝，但是今仔日真正请到土水师傅来的时阵，我就爱假做讲我毋是土水的查某囝。小加先者，对，我小假者，因为我即世人想要嫁的人是目光啦。我一直想讲就是正确的，健康的是安那？目光师傅较趁有钱啊。话毋是安尼讲的啊，迄我只是就是因为讲阮兜有饲猫啊，啊我自细汉就希望讲要会当订一寡有诶无诶，但是咱土水无法度用迄去做啊，对，而且咱土水做出来物件，猫仔无介意，你知道？定扣扣，对，伊就无法度去嚼，就是你就该包物件。尾仔想想也是讲，就是目光，就是目光较赞啊，而且我感觉目光师傅摕迄穿哦，砰砰砰的时阵，够缘投的。对啊，这穿的啊，对啊，这创的，我即世人感觉讲要嫁目光师傅，所以真正迄目光阿干来的时阵，阮就甲伊讲安尼。袂啦，摕即马土水来，我嘛感觉做心息的啊。好，应该是啦，对对，啦。啊，洪师，你简单甲你自我介绍者哦。好，听众朋友毋知影讲你咧做啥物的？做啥物的？做土水啊？我做土水的。我是水泥工啊。对。水泥工啊，我是安怎讲，就是当初无读册。去做工的传统的一个少年家，即摆无少年啊，对，即摆聊老了。袂啦，咩？听众朋友伊拄仔讲伊是水泥工，是因为伊的爸种也着号做水泥工。对。啊，你除了有爸种，也佫有啥物咧？你讲出来啊，大声讲出来。我其实上大的职业就是水泥工尔。对啦，但是你有出册啊，你是作家呢。我有出册，但出册是我感觉这是缘分啦。缘分对，缘分。我今年有出2本册嘛。对。伫个网络顶悬，我水泥工有社团。对，我有一个社团。啊，伫个网络顶悬，我会分享即个阮做工的心内话。阮的一寡作品啊。甚至阮介绍即个做法工法，互大家熟悉。对。所以就是一个简单分享诶，卖种团，卖啦，迄嘛无简单。有心内话，啊嘛有一寡技术的部分。对啊，有一寡艰苦的啊，也是要共骂。对啊。好，先煞就来问讲，就是既然讲到你拄则讲到讲你是无读册就去做工，啊，当初是先哪会去选做土水即道？因为做工有真济通选啊。啊，那是选着土水。选土水是因为讲，其实我当初无读册了，我有去迄汽车场、汽车工厂做乌手学一工。学一工。我有去学一工，其实我毋知我要做啥啦。我嘛有去工厂，人迄塑胶粒仔的，我去写出的迄种啊。对，我去遐住5工，趁5工的工钱，3000。3000。对。5工3000，这个数字是毋是怪怪？一工600。那遐少。对啊，迄种囡仔工尔。对，我国中毕业，我就出来做事啦。对啊。对啊，我就是买手，上尾一工去乌手的工厂住一工。我本地因为我爱住喺遐困。
对，我倒遐困，结果阮阿姑因是做土水的，阮外公阿姑这边是做土水的。哦。啊，因其实土水最欠人。对。伊就我第一天要困啊，伊就来迄汽车的工厂。甲你叫讲行来转啊。讲来来做工好啊。对啊。我无想遐济啦，我就对得去啊，烂坑就行啊，结果就掉咧啊，对，结果就掉咧。听你的台语开口真赞呢，你是倒位人？我台南。台南哦，又搁是台南人啊，又搁是台南，又搁台南人。对，咱最近来宾毋是家己的，就是台南。啊，无高雄的吧？无啦，高雄较少，目前较少，目前较无去高雄拼来的。南部囡仔台南家己较济啦。哦，所以恁伫厝嘛拢讲台语对无？讲国语。讲国语？伫厝呢？伫台南讲台语？哦，伫咧南部当初时拢是讲台语啊。哦，啊，即摆伫厝是讲国语，甲囡仔讲国语。对，即摆还佫加减练一寡英语。这厉害，袂歹啊！所以我看你卖种团有分享讲，你囡仔有去工地，啊，你去工地甲伊讲台语还是讲华语？爱甲伊讲国语啦，啊无伊听有，但是袂晓甲你应。哦。对，我感觉我嘛是教育无介好。没啦，这是即摆趋势啦，就是因为即摆囡仔拢较少听、较少讲，所以渐渐就较袂晓。对，听有，但是因就是讲袂出来。对，啊，有的人就会惊，毋敢回，结果尾就拢人就会感觉讲奇怪，你拢袂意。对，所以就是因为厝呢，你做土水了后的，风叫去了的掉了啊。对，一去不回头。嘛真拄好，阮兜嘛是外公，但是阮妈妈的爸爸伫做土水。是。啊，伊扛阮爸爸去做啊，但是阮阿舅你做无？毋知，阮阿舅无你做，阮阿舅无你做。对，我听到是安尼。好，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你为土水师尾啊到艺术家，佮到作家的即个过程是啥物款的机缘？你讲你是有缘分捡到才出册，啥物缘分？我要来捡者。因为我开始伫咧网络顶悬写一寡有诶无诶，对啊，出版社有看到，有看到阮分享这物件，因为我面册顶悬即个平台真久啊啦，对啊，真久啊，所以有一寡铁粉拢是固定听我诶，所以我若讲啥因着拍谱啊，着起赞嘛，对。啊，市站久来赞也侪啊，出版社有看到，对，看到就讲安尼是毋是有机会来分享阮的一寡物件？对，其实我是这无愿意的，因为我无啥时间通去写。对啊，因为几年前就有出版社来找啊。对啊，来找的时阵，我等于讲我肯定爱做事啦，爱个经即个面册即个平台，所以我应该是无时间啊啦。想过无用啊。对，无想其实有几间袂歹出版社来找，我家己嘛是想的，无我就做看卖，因为土水师傅我有去看嘛，我头前无人出过册。对啊，无迄土水的册啊。对，我是讲无我做看卖，对，所以我第时间一年来出2本册。厉害啊！因为阮最近拄好拢有迄访到作家，因讲因出一本册可能拢爱3-4档。因为我本地就有我面册顶悬的一寡，对，有一寡文章我只伫咧这旧的文章内底，搁去做一寡出路啊，对，甲介绍较清楚的，对，写较幼咧搁甲一寡较艰苦的代志，搁讲较清楚。所以你感觉故事，你感觉写册甲做工都是较困难？写册较难，写册较困难，因为做工阮一定是真实施的嘛。真顺手啊！但是有的人讲，就是咱做工爱晒日啦，还是讲真热，就是爱忍受迄个身躯的痛。对，以投资来讲，投资的报酬率来讲啊，当然是做工趁好钱啊。投资的报酬率来讲，来录音啦，嘛是袂歹。做工趁较有钱，对啦，因为写册爱一段时间了，爱出版了，该看讲就是卖出去偌济，还有就是才有抽迄个版税。对啊，因为阮对即道吧拢无熟悉啊，拢无了解，所以我嘛算是即摆国语叫斜杠嘛，对啊，阮搁加去做即个身份啊，想说这嘛算是人生过程一个真欢喜的一件代志啦，一个成就。但是你进前就是册出的时阵，譬如讲就是有办活动是创啥的时阵，敢会去影响到你的工课？会啊，所以我希望讲
就是会当伫个我假日的时阵，再去做这物件。对啊，甚至讲是我下班了。下班了，但是你下班拢已经5-6点，对，所以有我的签册会伫个办伫暗时啊。哦，安真好啊！办伫个无人要来的时阵。哪有伤早？我敢帮无共款。伤早我拢无法度。我感暗时的上好，搁边拍机。啊，无就假日，像我有开课嘛，有开水泥课，我嘛是用拜6礼拜的时阵去开课。哦，安尼做无用安尼，安尼太太会感觉孤单无？无啊，因会感觉忝，因为伊在对我边啊。哦，听听朋友现场就是太太有来，所以阮才调工安尼。太太怎啊无法度回？无法度回，等下就叫啊。等去跪算盘，等去无房间打困。对啊，啊，我个带毋来阮太太来啊。我有2个囡仔，拢到3工。哦，囡仔买做回去就对。伊安尼工钱啊。哦。安尼，毋知，阮细汉时阵嘛是啊，阮细汉就是老爸老要出去做工课的时阵，啊，阮就是伊嘛无可能甲阮等伫厝啊，阮就是坐火车去嘛，坐火车去，啊，阮就是因伫贴砖啊架阵，阮就掠倒搬。你是边耍沙吧？我耍沙啦，啊，个就是搬砖啊架，就是一角黑白搬啊，蛋海安尼。伊也甲规个拢是啊。对，啊，会去用拍的，随去用拍，随去用拍。对。过来要问一寡。较专业的问题，对，有网友想要问讲，就是迄个红门头要安怎削，啊，佮有就是气候啊，热人寒人敢有差？红门头要怎搅哦？对，若要讲较正确，就是红门头有搅刷嘛，对无哈？才会黏甲活嘛，对，对吧哈？所以红门头搅刷有比例，有一个比例啊，迄个1:3，水泥1。水泥3，水泥1，水泥3，水泥1啊，刷3啦，刷3嘿对，啊伊搅好了，打搅了，还佫掺水。哦，打搅掺水，但是毋是佫有分迄大粒刷、细粒刷？粗刷甲幼刷。粗刷甲幼刷，应该是安尼讲。对啊，咱普通讲的水泥刷就是水泥搅刷啦，水泥搅刷，安怎搅就是要用体力搅，爱出人工搅。对啊。你爱搅甲安尼，普通咱较早佫无啥，我学驶的时阵，家私迄电动家私无解，也无解，我知用手去搅着，拢用手搅。啊，阮你也想哦，一包红门头较早是50公斤，啊伊1:3嘛，所以伊的刷爱偌济？我刷啊无250，伊刷就要150公斤，对无？啊，你安尼重量比来讲，200公斤的物件会材料，要安怎搅啊？伫咧涂骹对无？200公斤伫咧涂骹，啊，阮爱打冰2盖，打迄冰2盖，冰2盖了中开一空，倒水了，搁甲砍起来了，搁伫涂骹冰2盖啊，再卡伫咧车底。所以200公斤的，我爱冰3-4盖。哦，冰3-4盖是到车底哦，伫咧车底你还搁卡互师傅，该该搅食。对，所以那个你看我的枕头布是不是变形？对，哇！对，所以当初学驶的时阵是水泥要搅，用人工搅，用体力落去啦。所以讲就是讲，就是热天啊，是讲寒天，热天较好搅，是寒天较好搅。拢无，就爱有体力才好搅，无体力，甲体力有关系啦。即世人无法度做土水啊。对，你腰袂有够好啊，对啊。寒人、热人有差啦，就是你掺水的比例。对，寒人爱较济，还是热人爱较济？热人爱较济。哦，因为日头的关系。对，因为你会较紧打嘛。对。啊，你拄则讲着迄粗刷甲幼刷，当时是搅粗刷，当时搅幼刷，还是男的搅？大家较听有诶，就是讲粗刷的部分，就是师傅咧抹粗胚。粗胚就是讲我可能结构体是控制力嘛，还是讲红砖仔的即个结构体。啊，我一定爱先甲水泥刷抹起了，先粗胚甲伊整平。哦，就是先甲迄个芳，就是甲伊用较掉咧，较平了，啊，先说你爱搁互伊平嘛，你爱搁用家私用芳漆去甲敲平安尼，啊，即个动作叫粗胚。哦，就甲鼓起哩安尼。对，鼓起哩，啊，搁整平叫粗胚，对。鼓起哩，了解。抹起哩啦，吼，阮摕抹刀抹。对，过来你讲幼刷就是阮爱落石仔个，落石仔个，就是阮叫粉光。粉
光的时阵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粗胚甲幼胚。我拢想起来啊，咱是有淡薄拢咧算吼，有听过啦，虽然是有听。工法师爱摕去并者。袂啦，我即世人是无可能做头水。听朋友诶，阿峰师拄则特别提醒讲，就是腰脊骨爱好，就是因为后边透早穿雨满来诶时阵，到公司要烫来的时阵去闪着腰，即摆是用一个足奇怪诶姿势伫咧录音。不知阿峰师讲啥讲哦好会使，我等下腰袂使顶。伊就讲因咧搬迄土水诶时阵，拢会去闪着腰，所以我看我即世人是无法度啊啦。但是阮闪着腰，阮爱搁甲正甲下起来继续做。下腰继续做，有啊，我之前看足侪迄工地，就是一寡大兄，因拢就是下腰。对。啊，有诶就是下两下，下起来食，甲下甲迄卡层。对，要甲尻川遐。伊讲无安尼，伊无法度叮当。我就会感觉讲哦，足辛苦。啊，因为就是你赶工也袂使请假。啊，请假无钱啊。对啊，请假无钱，所以听朋友啊，咱若是外口看到迄规身躯用乌索索的，咱嘛是爱甲因敬重，就是因为迄拢是因辛苦拍拼，迄个是因流落来汗。是。喙齿紧夹咧。对啊。你看，咱想看闪着腰，我可能免得请假，人无都请假，所以咱就是每一间厝会当起来拢是靠食的人，咱真正是爱用一个感恩的心。好，安尼过来想要问讲，咱拄则已经讲到几个哦，咱要来讲就是做头水相关的用语，拄则讲到粗胚甲幼胚、精白、分光，好啊，敢还有其他？像我知有一个扣裤摆。裤摆就是咱讲的，就是下水。咱即摆来讲，会去掠裤摆，就是爱，比如讲便所的地砖。月经啊。嘿，我要搭地砖的时阵，你得爱有粗刀。对。咱咧呛身躯的时阵，水才会流嘛。对。啊，无你积水积伫遐久来就流水啊。对。啊，你裤摆嘛，啊，过来定听着师傅讲的，迄外角甲内角爱扣互水，扣互直。对。就是角头啦。阮讲的一寡水泥刷的外角甲内角爱密角角。对，就是伫迄算是细节啦。细节就是外角内角。对。算是就是一间的上边啊。拢是伫角头。角头。对，啊，只是伫内底角头甲外口迄个正角。内底角头。对，这若无物件嘛，就歹理解。对，譬如讲一个坑安尼。对啊，像咱讲的嘛，是外角。刀角嘛。对。啊，就是迄个刀的角头。倒来角头，我一直想讲，就是迄大场店迄边的角头，迄拢有车哩，较济。想讲外角就是迄无，迄只口味啊，外角的内角的，就是较凶的迄种。无咱讲笑。好，啊，过来。阮定咧用的有一寡，譬如讲毛子啊。毛子对无？毛子是啥物？毛子就是毛子啊，断指哩，就是一寡基准点。基准点，师傅咧做，师傅面壁要抹平时，伊也有几个基准点嘛。啊，知影抹到啥物款的程度。对，啊，这个基准点，阮阁有一个讲法叫你爱撩停，爱撩直。对。阮就是靠这几个基准点去掠直掠停。对，啊，甲精白嘛。基准点一般是用啥物伫用诶？基准点，阮较早无遮先进诶仪器的时阵，无雷射的时阵，阮拢是用锤啊，你有看迄敢干路，一个干路啊，牵一条水线。我知，伊安尼扭安尼叠对无？阮算是甲 Q 起来，这个大自然引力对吧？对，就是牛顿的啦，地心引力，对。你变做讲，阮就是互伊直了，用目睭看，再去点迄个。用目睭看去点安尼哦，目睭无好吗？对，目睭无。所以较早你会看到这个师傅的表拢是我。对，一寡师傅来做有诶歪啊，点无好。好，啊，过来就是我嘛知影一个烧芳，就是泰鲁甲泰鲁，就是用好了，烧芳，对，就是阮泰鲁搭好，搭好了中即个芳，阮就是用水泥用烧芳土去搅去烧，对，烧芳。
搁来就爱用迄海绵挖水啊，海绵啊，嘿，烧芳嘛。对，搁来就爱用迄用漆的，用海绵漆漆进去，对。对，迄像要问讲，就是像你讲迄烧芳涂有黑的毛白对无？普通拢是水泥色铺性啦。铺色哦。铺性啦。我那看有白。咱较早讲白水泥，即马其实白水泥伊毋是专用咧烧芳。伊其实伊嘛是算水泥的一个用途啦。是哦。对啊，即是有人讲较水，想要白色的。嘛是会使，嘛是会使，只不过讲伫遮当然会当机会教育啊。你用白色的土来使用的话，你即个芳白苍苍，你久来用久就腐去啊，无好照顾，垃圾。对，所以水泥色嘛是较好整理的，好整理的芳啊。像即摆足侪人就是网络面有做卖迄种，就是家己烧芳的啊，就是啥物 DIY 对，啊，还是啥物，就是讲家己，譬如讲因感觉因家己变数的迄芳垃圾家己用，你感觉即种的敢 OK， 还是讲就是有的师傅其实无建议，因为伊有的就是敢若固一起去尔，其实对下骹还是讲对整体的结构其实会有问题。伊这叫目睭看无就准拄煞嘛，对无？就是其实 DIY 是 OK 啦，吼，因为伫即个欠工的时代，你一点物件你嘛找无师傅做，对啦，对，所以。再一寡材料摕出来，互大家有影片，互大家看。对，啊，其实你嘛是咧照伊正确的 SOP 行。对，你伊咧芳，你还佫抠较深一点仔落。抠深的即个当下，因为你甲抠深，所以伊会较粗，对无？伊迄个接触的所在会较粗，所以你烧芳的土、新的土，即个材料甲伊的烧食清才会好嘛。对，才会调啦。你若讲你拢无去抠。就是薄薄顶悬甲做一个呐。对。你有可能你迄个新做的物件足紧就落去啊。所以其实是就是紧甲慢，就是会消磨去，但是对迄功能无要紧。即摆毋是有一种就是人讲啥物泰鲁膨拱，你会当就是注解，对，注解物件落去，你即个用一个物件糊起来，像这你以你专业师傅的角度来看，欢喜无？会当趁钱啊？你讲注射这种物件，就是因为讲你有可能是态度空气，嘛有可能是因为态度下有一层水泥刷，水泥刷落去才是咱的厝的结果体嘛。对，所以伊空气伊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态度空，一个是水泥刷空。安尼拢会互你哭起来是空，对无？来甲你做这种注射的师傅，伊爱检查出来讲是倒一空啊，倒一个结果出问题。对，所以伊注射落去，伊只不过是讲伊用伊的材料去甲你的这个空芳真效把，互你哭起来莫空。伊的材料有可能会互两个空气的两个结果体吼，佮略小食清一点。但是这种物件，我得当偌久，以投资师傅的角度来讲啦，就是讲伊就是无治本啦。治标无治本啦，迄嘛是有可能是这边补好，结果就换迄边，因为其实迄空拢是可能就是规个拢裂的。对，因为你也想讲，这当初师傅咧做时，伊是甲你做规片嘛，伊即摆互你哭到是一点仔空尔，但是人工别位要出问题，你毋知当时。对啊。你真有可能定新闻咧报的嘛？可能热人甲寒人向寒，对啊，就膨拱白起啊，态度就压起来。嘛真有可能地动轻轻地动害一个尔，就规个开去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譬如讲，就是替观众朋友问者，那准讲今日就因为天气变化是讲地动，像还是讲最近这两天毋是风台，安尼落大雨了，伊向膨拱起来。但是我等无师傅的即个过程当中，我会当做一寡啥物准备？譬如讲，我先甲态度卡起来啊，但是我卡无好，但是我会当做啥物准备？就是伫咧师傅来进前。咱普通像咱咧地砖向起来、膨拱起来，上惊就是态度向起来，迄个会挂啦。对无？所以有可能讲你，我是建议毋好先家己拍啦，因为你拍了，你就住伫咧工地啊嘛。你个师傅个半年无来，你就艰苦啊，对，你就变工业风啊嘛。对，出名。对，所以讲安全要紧，第一先看咱态度开去迄个所在，因为咱态度是伊迄个油面会挂啦。对，所以伊迄个掠去的所在，若是会使，你会当先用贴布甲搭起来。贴布甲搭起来，先甲黏起来，还是先扛起来？用来伫变数变咯，用炭啊。我先区迄个所在，用布旁的风水的啊，用篷布先甲扛起来。对，莫家己处理啦。对，我感觉，安尼一个月莫先区。变数有可能着你爱清楚啊哩。莫通遮骹啦。
哦，对，安尼听起来是较简单。对啊，你来紧去救啊，紧去找裁缝啊。所以有的人就是幻想讲家己碰讲会当处理，这可能是。嘛是会使啦，就是 DIY 角度来讲，你可能就会当去看一寡网络一寡影片啊，还是讲，譬如讲啊，我有功法书嘛，对无？我就是讲你安那用什么材料去修补，是可以的。但是因为你毕竟你袂晓做，所以你补起来可能密密麻麻。但是无开钱的情形之下，那我无开钱，就开较少尔，目前开较少啦。但是开的，但听朋友话你讲，伊黑白这种黑白母的个性，你讲我建议你若是直接开大条的。无你会变做开2条，我之前拢想讲啊，我家己一个人，当先用啥物叫母母的，要收愈母愈海，愈母愈大坑啊！对，愈母愈大坑，就爱去找师傅来啊。进前买遐材料，错本底想讲师可能当用，师讲无啦，阮无得用迄啦。那有人咧用迄种物件？对，那有人用迄物件，结果迄拢假拢了去，你知影？所以听众朋友毋通学黑白安尼讲幻想，逐工拢咧出幻想，讲这物件我会当家己来，而且。真诶，专业诶，甲无专业诶，我之前有试过，就是摆迄要叫啥马赛克。马赛克就是家己搭迄细条诶迄态度啊。我以前想讲啊，阮兜诶态度拢足直诶，而且迄每一个芳拢变大。我想这应该是足简单诶啦。听众朋友，代志毋是工人做事，遐尼简单。你知影你要掠迄啊，啊，佮每一个，而且你搭起时阵，迄态度会叮当。其实讲真要掠干呢，就是拢平正，尤其是愈细粒的迄愈困难，迄真做食工力的。对，你要掠个嫩吼，对，最困难。这个普通 DIY 搭出来拢是艺术品啊，这啊。对啊，有细啊，迄阿门头剪出来，就是讲。啊是你做工课时阵，敢会拄着就是迄业主，因就是要念迄足细，还是讲要念什物艺术品即种诶？有啊，其实即种爱加钱，会较够工嘛，加钱是一定爱啦。对，有当时啊，对于即摆师傅来讲，大地是较简单。因为你搭愈细地啊，你诶一寡你诶基础，你诶水泥刷诶平度，若做无好，你搭较细地诶态度。啊是甚至讲黑边讲的马赛克嘛，你安尼搭起来就密密麻麻啊。对，听没有？你以后若想要装潢啊，黑边直接互恁一个建议，千万毋通搭细地，毋通家己来嘛，毋通搭细地，因为你若是甲我共款有病，因为我就是迄泰鲁芳拢是用迄起面啊。起面啊，落去洗。我跟你讲，细芳你真是会洗甲起笑啊！你讲，而且大芳的就是迄垃圾嘛，较袂卡掉咧。对。会奇怪呢，咱已经讲一万呢，咱真个讲句一句都无讲着呢，咱这讲句一句都无讲着呢。咱原本想讲，阿洪师傅本来想讲，伊来遮都无闲啊，我就甲伊讲，无要紧啊，你来遮就是讲两集吧，咱得当了两一个通告。阮拄则想讲，好，安尼阮等下讲句则拢整理者，结果讲咧想袂到，即摆已经一集过去咱讲句一个都无讲着啦。袂歹啊，安尼使来的，当咱那集。听众朋友，咱顶集先简单讲着讲投水的过程，还佫一寡投水的代志。那后一集要来讲所有投水用的工具的代语，要安怎讲？嘛无所有啦，大部分啊，伤济啊啦。大部分啊，阮就是甲一寡较实用的物件摕出来讲啦。对啊，所以听众朋友，恁就是后一集爱继续来收听，安尼你才会当知影讲，就是以后。恁当然是想要做投水，那是有需要，就是无论是你请投水来，还是讲你以后想要做投水即块，所以你对这物件都会当有一个基本的基础认知，安尼你边啊监视，莫讲安尼讲，监视关心嘛，关心啦，就是关心有认真做无，拢做认真诶，每天拢做认真，因为因若无认真，就趁无钱，这对因来讲，拢是一定爱认真诶。好，安尼咱今日先做一个收尾，休困一下，咱后一集继续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借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你咧多谢大家特别拢上大声，是咧，甲捌骨节，你莫特别想要结束就做欢喜啊！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课的 Podcast 节目，你破音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课的 Podcast 节目，有大声啦，这创声啦，较正经的好无？
今日这样你看诶，我加一个呢。毋通黑白讲，哪有足侪人？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吉大利的 Podcast 节目。歹势，你是要 NG？歹势，歹势，不要紧。